你想唔想一次旅行，一次過打卡3個國家嘅邊境風光？喺香港好少見呢類咁硬淨嘅行程。今次帶你直航出發，由長春跨越3國交界，去到俄羅斯海參崴，體驗中俄朝完全唔同嘅異國風情。嚟到俄羅斯遠東嘅明珠海參崴，帶你走進電影《七月與安生》嘅浪漫地標托卡內夫燈塔，喺世界盡頭打卡，再喺百年火車站感受遠東小歐洲嘅建築藝術。最唔可以錯過嘅係我哋從本安排嘅海鮮盛宴，每2位團友就有1隻帝王蟹，仲有地道俄式歌舞表演，視覺味覺雙重享受。雞鳴文3國嘅秘境體驗，喺圖門隔江遠眺朝鮮南陽城，感受零距離嘅神秘感，仲會去到鹿鼎山拜訪金頂大佛，走過溥儀留低足跡嘅偽滿皇宮。呢段旅程絕對係一份最有紀念價值嘅回憶。我哋深知品質係旅程嘅靈魂。8日行程，全程純玩，零購物，零自費。境內仲安排埋豪華2+1巴士，闊落又舒服，等你用最寫意嘅姿態穿梭喺歷史同異國風情之間，難得嘅異國風光，一齊跟住領華出發啦！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